芊芊一家環遊世界，爸爸媽媽和芊芊決定開始一場精彩的環遊世界之旅。他們精挑細選了幾個夢幻般的地點，浪漫的法國巴黎，繽紛的荷蘭花田，迷人的南法薰衣草田，以及如詩如畫的日本櫻花。他們要帶着芊芊一起去感受這些美麗的地方。第一站，他們來到了浪漫之都巴黎。他們漫步在塞納河畔，欣賞埃菲爾鐵塔的雄偉壯麗。他們在充滿藝術氣息的咖啡館裏品嘗美味的甜點。芊芊坐在嬰兒車裏，好奇地看着周圍的一切，感受着巴黎的浪漫氛圍。接着，他們來到了荷蘭，欣賞鬱金香花田的色彩盛宴。無邊無際的花田裏盛開着各種顏色和品種的鬱金香，美得令人窒息。爸爸媽媽抱着芊芊，讓她近距離感受花朵的芬芳。芊芊樂樂地笑着，似乎也很喜歡這些美麗的花朵。他們還來到了南法，沉醉在薰衣草花田的紫色夢幻中。一望無際的薰衣草田，散發着淡淡的香氣，令人心曠神怡。爸爸媽媽深情地擁抱在一起，芊芊在他們中間，開心地玩耍，畫面充滿了愛意。最後，他們來到了日本，欣賞如詩如畫的櫻花。櫻花如雪般飄落，將大地染成一片粉紅色。爸爸媽媽牽着芊芊的小手，在櫻花樹下漫步。芊芊仰着頭，看着飄落的櫻花，露出天真的笑容。回到家中，牆上掛滿了他們在巴黎、荷蘭、南法和日本拍攝的照片。芊芊長大了一些，她指着照片，興奮地和爸爸媽媽分享着旅行的回憶。這些美好的回憶將伴隨着芊芊的成長，成為她人生中最珍貴的寶藏。